一提起意大利东北部的威尼托达区，人们通常想到的都是水城威尼斯以及那里复古奢华的假面狂欢节。然而，在这片富饶肥沃的土地上，还有着传说中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维罗纳，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帕拉迪奥之城维琴察，拥有全世界最古老大学之一的大学者的城市帕多瓦，以及世界闻名的甜点提拉米苏的诞生地特雷维索。宜人的自然风光、丰富的人文艺术、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香甜的美酒美食，使威尼托达区无处不散发着独一无二的诱人魅力。对于很多人来说，在歌剧的故乡意大利，观看一场歌剧演出是再寻常不过的了。但如果是在这样一个千年古迹里，和几万人一起在清爽的夏季夜晚共同欣赏一场传统露天演出，恐怕就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情了。在维罗纳，每年夏季，在市中心的阿雷纳圆形剧场都会上演一系列经典剧目，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观看。人们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不仅是为了身临其境体验这里浑然天成的绝佳舞台声效，更是为了感受这里无与伦比的人文情怀。维罗纳一年一度的夏季露天歌剧季始于1913年，那一年适逢意大利的伟大作曲家威尔第诞辰100周年，于是有人提议在保存完好的著名古迹阿雷纳竞技场演出威尔第的名著《阿依达》，以示庆祝。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于是这一传统便延续至今。在维罗纳市中心的狭窄街道中游览，人们常被熙熙攘攘的人群簇拥着向前走，往往不经意间便会来到位于城市一隅的某个中世纪楼房院落，里面门庭若市，人声鼎沸。抬头一看，原来这便是传说中的朱丽叶之家。如此体验真是让人有着转角遇到爱般的惊喜，亦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美妙滋味。庭院深处的朱丽叶雕像深情而略带忧伤，仿佛痴痴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而墙头的阳台则好似莎翁笔下恋人倾诉衷肠的地方，引人无限遐想。尽管所谓故居只是维罗纳政府为游客安置的一个象征性的精神寄托，但这也无法阻止人们每年寄给朱丽叶的书信多得像雪片般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Qui ogni anno, il 14 febbraio, giorno di San Valentino, si svolge una grande manifestazione che è Verona in Love, che attira innamorati da tutto il mondo. In quella giornata c'è anche un momento in cui tutti insieme si baciano, c'è uno dei baci più lunghi dell'anno, che culmina proprio in questa manifestazione che porta Verona ad essere la capitale mondiale dell'amore. 不得不说，莎士比亚是一个太伟大的悲剧创作者，而维罗纳则是一个太用心的浪漫制造者。当初是莎士比亚将虚构在维罗纳的爱情故事带给全世界的读者，如今是维罗纳将全世界读者心中永远的朱丽叶带回家。事实上，早在莎翁之前，便有一位出生在维琴察的作家，在其一部自传性质的爱情小说中，讲述了一个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极为相似的故事。当地人深信，从未来过维罗纳的莎翁，正是借鉴了前人的作品，才创造出了这部流芳百世的伟大著作。维琴察是西方建筑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意大利著名建筑家安德烈亚·帕拉迪奥的故乡。这里集中了他一生设计、主持建造的大量杰出作品，享有帕拉迪奥之城的美名，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奥林匹克剧院是帕拉迪奥呕心沥血、名垂千古的杰作，在人类剧场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室内剧院，它的舞台结构非常狭小，背景的这些建筑完全是用上了漆的木头制成。但它的巧妙之处在于，通过远近法和借景绘画，能够产生强烈的透视感，从而使整个内部空间看起来非常庞大。奥林匹克剧院保留着文艺复兴时期优雅豪华的气氛，
是古代剧场和现代镜框舞台剧场之间的过渡形式。其内部的座位安排、层级风格和背景设置几乎完全与古罗马时代的露天剧场相似，实现了很多建筑师试图使古罗马这种风格复兴却未能实现的愿望。维钦察是一座仅有10万多人口的古老工业城市，亦是意大利3大金银首饰业中心之一。该地区的金银手工业从业者多达1万多人，从事首饰加工的中小企业超过2000家。维钦察还专门建立了一座珠宝首饰博物馆，于去年对外开放，成为意大利首家珠宝博物馆。Da queste parti ci sono tantissimi bravi artigiani che lavorano in laboratorio, non fanno prodotti seriali ma prodotti unici, e sono nate tante piccole aziende che sono diventati gli epicentri della lavorazione dell'oro e della gioielleria in Italia. 驱车驶出市中心，能够看到城郊散布着很多造型典雅的宅邸和别墅，其中以南郊的圆顶别墅最负盛名。维钦察近郊的这些精美建筑有50多座，它们大多由当年的威尼斯富豪们出资建造在此，历久弥新，远远地与水上明珠威尼斯交相辉映。在威尼斯的光环之下，帕多瓦就像是一座被遗忘的城市，任凭布伦塔运河安静地流淌其中，不慌不忙地接待着来自8方的游客。不过，如果你有1天时间的闲暇，不妨像从前的威尼斯人所喜爱的那样，在连接2座城市的布伦塔河中进行一次优雅的游船之旅，让自己在酷热难耐的仲夏季节，一边吹着清爽的凉风，一边欣赏沿途两岸美丽的风景。穿过运河旁的一处深绿色公园，有一座从外形看上去其貌不扬的小礼拜堂矗立在角落，里面从天花板到4面墙壁，全部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创者乔托·迪邦多内的杰作。这38幅镶嵌式壁画，完美地体现了这位西方绘画之父的最高水准，也使得斯克罗韦尼礼拜堂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乔托迷们趋之若鹜的地方。被视为帕多瓦城市地标的河谷草地广场是欧洲最大的广场之一，因其绿意盎然的美丽和生动丰富的景致而闻名于世。在意大利的城市中，拥有如此巨大空间的广场可谓凤毛麟角。河谷草地广场宛若城市森林中的一座世外桃源，放慢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让人尽情地享受着身边的小桥流水和鸟语花香。据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意大利北方城市特雷维索的一位女士发明并制作了一种甜点，风靡全意大利，成为非常经典的一道甜点提拉米苏，深受全世界年轻人的喜爱。那么现在呢，我就要跟身边的这位女士来学习如何制作这种经典的意大利甜点提拉米苏。制作提拉米苏甜点需要用到鸡蛋黄、白糖，一种意大利北方特有的软奶酪 mascarpone，用鸡蛋和面粉制作而成的小蛋糕块、白兰地酒、少许意大利浓缩咖啡以及黑巧克力。现在我们需要呢将蛋黄和白糖搅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将奶酪倒入其中。在搅拌的差不多之后呢，我们加入少许的白兰地。接下来我们需要将已经提前煮好并晾凉的咖啡呢，均匀地浇到杯中的蛋糕上。现在我们就需要将刚刚搅拌好的奶油铺在蛋糕上面。尽可能均匀地将巧克力细屑撒在上面，这样一份经典的提拉米苏就制作好了。在意大利，品尝美食总少不了美酒相伴，而与甜点搭配的通常都是清爽可口、香甜宜人的白葡萄酒。Prosecco 是当地盛产的一种起泡酒，也是品尝提拉米苏的绝佳组合。请。